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天父上帝，予咱伫主日的时三甲来敬拜俄罗主，请咱伫万心准备今仔日的礼拜，请走角。 来啊！咱着用摇花唱歌，救咱的石歌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来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亲爱的南口镇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请献开圣诗157首，圣诗157首。 做花的神，你伫早时，请咱三甲起立来吟全首。
请做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信道的上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献开启应文，记载伫圣诗的后面第34页，启应文18篇，也就是诗篇90篇。牧师来启，请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念。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地甲世界你也袂造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互人回头讲，令世界人着愿倒转，因为伫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搁亲像今日一天。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伊亲像喷一星，伊亲像草早起时无生。闲时受寒就无力。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阮对你的发誓来行行。你将阮的罪恶摆列伫你的面前，将阮温暖的罪摆伫你的面前中。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阮的做伙就亲像土一个气。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了我要到第时咧，求你原倒转。求你早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求你照你的好处，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劳碌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请做声，阮的手所做工，愿你坚固伊。这时，请咱三甲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搁平安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感谢天父上帝，因阮知影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感谢上帝你的权能，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主日阮三甲主日伫线顶的所在。阮三甲来敬拜阿拉上帝，主啊，阮知影，阮爱承认阮的错误，阮爱承认阮的罪，因为阮无得较有无合上帝旨意，伫阮的生活的内面，伫阮的环境，伫阮的社会，甚至是国家，甚至是全世界，阮相信伫上帝你的业力下面，阮当然会当得到你的赦免，总是主。阮若无有大心，用悔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就无法度得到这个赦免。求主搁一遍怜悯来帮助阮。当阮看到疫情严重的过程，阮若敢若亲像看到迄个死亡，甲阮真亲近。主啊，虽然阮知影，阮是信主的人，阮是有福气的，阮已经会当赢过迄个死荫的山谷。总是主，阮搁一遍恳求你。来帮助阮，虽然是安尼，阮犹原伫生活内面有做的惊吓。天父上帝，阮知影你的旨意，互阮会当通渐来清楚了解。伫咧即个疫情严重的世代，阮
阮诚做你的囝儿应该爱做啥物？主啊，阮知影，迄个日已经得要到，迄个日无人知影是啥物日，总是你要来迄日，恳求迄位上帝，你怜悯阮，保守眷顾阮每一位属于你所拣选的囝儿，来帮助阮更较谨慎，会当无论伫生活内面，伫阮日常的生活，伫信仰的生活，伫逐方面，阮拢会当真正来实践，听厝边亲像家己。阮会当来实践，要安怎样看到迄个需要的人的需要来帮助。主啊，迄毋是阮口头伫遮咧祈祷咧讲尔尔。感谢天父上帝，互阮会当有趁即个时间来实践的机会，嘛恳求圣神引带带领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伫病床中间的兄弟姊妹。阮特别恳求天父上帝你的意志，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为着伫病床中间的遮兄弟姊妹，无论伫病院、伫家务病房、伫逐所在看病软正软弱、心神痛痛的兄弟姊妹，阮搁一遍恳求上帝你伸出大权能医治的双手，常时伫遮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疫情遮尔复杂的过程中间、严重的过程中间，互阮嘛来体会经验到。阮的工作，阮的家庭生活，阮相信阮拢是属于主的，阮拢要伫阮的家庭来摆列诚多香香的祭献予主，互阮伫遮来起祭坛敬拜上帝，学落主。主啊，阮感谢你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搁较有气力继续往前来跑走，嘛享受迄个平安伫阮的内面。虽然外面有烦恼，外面阮出去拢会担心，拢会烦恼，总是主。恳求你享受迄个平安伫阮的内面，阮搁一遍你来恳求，即时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安尼祈祷讲：阮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对日亲像伫天日，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互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时，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咱来看一段的圣经。这是咱来看一段的圣经，记载伫诗篇17篇14节到15节。诗篇17篇14节到15节，我来读，请兄弟姊妹咱详细来听来看。耶和华用你的手救我脱离世间人，脱离遐个伫今生有福分的世间人。你将你的财宝充满因的腹肚，因有囝儿到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予因的兄仔。第15节，轮到我要伫基的中间看见你的后面，我瞓醒的时，看见你的形容，就心满意足。愿主祝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即时咱用一点仔久时间，伫遮来敬拜，阿罗主。请先关对。Shall his praise
用一切荣耀来归予主，互咱会当伫疫情无法度来到教会做礼拜的上时，伊愿伫咱的厝地来敬拜上帝、学了上帝。我相信这是一件值得咱搁一遍向上帝来求讨来恳求感谢的事吼。那咱生活伫25年前，无得较咱就无有即款的方式。疫情来，无得较咱就干那会当用电话直接来联络。所以25年了后，上帝来帮助咱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伫网络。我相信有侪的时代可能较无法度来用着网络我相信遮会咱做事岁的兄弟姊妹咱会当来斗相共譬如讲咱要安怎样来教咱的长辈互因看，无得较即个手机伤细，咱无法度用看的，咱用听的嘛会使咱用听的嘛会使。所以求主来保守帮助。即使佫无法度，当然咱会当透过其他的电台伫遮来学了敬拜上帝。不过，通重要的是，咱永远属伫咱南口基督长老教会所有正兄弟姊妹，咱就伫即个所在来组织。无输进，毋通期待疫情过去了后，咱永远伫实体的聚会，三甲佫倒转来咱的实体的教会，你会发现一件代志，教会的硬体无共款所以伫即几礼拜，无得较无需要用一礼拜伫遐来介绍咱教会的硬体的修正的过程，来帮助咱兄弟姊妹更较清楚知影，因为即摆疫情可能无遐尼紧就来结束。第三级可能政府昨安尼听咱的即个陈时中部长来讲，可能无遐尼紧就来结束。总是咱会当继续珍惜伫即段的时间，甲厝内面的兄弟姊妹，甲厝内面的遮个亲人有真好的结连，互咱会当真正达到心满意足，心满意足欢喜讲心满意足啦好，今仔日牧师要用即个题目，甲咱兄弟姊妹三甲来分享。即个题目是啥物？信仰甲生活的心满意足。哇！信仰甲生活的心满意足，到底是啥物呢？信仰甲生活，有拄时咱定定在想讲，敢无法度信仰甲生活结连做伙？敢无法度？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牧师嘛要甲咱兄弟姊妹做伙伫遮来思考的一个问题。牧师定定伫咱的信仰内面在做思考甲反省，伫生活内面嘛爱实践。真正有拄时会无啥下伫信仰的过程，确实有影是安尼。所以咱伫生活内面一定嘛会安尼来拄着，譬如讲，你对一个人的偏见，一开始是安尼，一直安怎，一直甲最后无得较伊离开无得较你离开伊原迄个偏见搁伫个，迄个偏见搁伫个，这是真事实的一件事。即个信仰咱要安怎样实践？耶稣互咱的教是，你听迄个无可爱，听咱的对待。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帮助咱来思考的信仰甲生活，你要安怎样满意？心满意足就是满意，你要安怎样满意？伫即个过程中间，你要安怎样满意？所以心满意足是互人真爱的一句话，对毋对？我真满意我心满意足但是伊虽讲是咱人类追求的一个中心目标，因为咱要圆满。比如讲疫情来的时阵，开始咱的中心、咱的小会都会想，咱的小会、中心会都会开始咧思考。哎呀，做兄弟姊妹无法度来到教会安尼要安怎样来做关心？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差不多100通的兄弟姊妹这牧师犹原抑阁会当伫遮来显导啦意思就是，其实牧师用一天的时间，就会将咱所有兄弟姊妹，我相信顶礼拜兄弟姊妹侪拢有接到牧师的电话有兄弟姊妹无得较无接到因为可能你无伫的，还是讲电话敲袂通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牧师差不多70%好莫讲80%、90%、70%的
兄弟姊妹安尼敲一通轮，大家兄弟姊妹感谢上帝，恁拢有咧看线顶，莫讲白贼哦，袂使讲白贼，恁拢有咧看线顶，或者牧师若以后会佫继续咧敲电话问咱的兄弟姊妹，请咱毋通伫遐讲啊，我有看，你其实无看，你讲你有看，哦，啊是讲啊你无方便，这无要紧，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信仰生活实践的一部分。所以心满意足，互咱会当真意爱一件事业，就是咱拢真人会当借着咱的信仰、咱的生活内面达到完全。这是无简单的一件事，无简单的一件。我相信有真侪人，逐工拢咧享受即款的心满意足的生活。咱知影中国人因真爱有一项物件，哦，叫做如意即个物件。哦，人如意算盘，毋是啦，是如意即个物件，即个铁骨长长，啊两边用即个玛瑙做起来，哦，啊用即个珊瑚做的真水的物件，啊伫遮来做礼品，啊意思就是，当即个中国的遮的皇帝因要送人物件的时阵，拢用即款物件来送，如意来送人，啊所以咱就会当通知影，迄是真珍贵。真好的一件代志，哦，送人礼物用遮尔完全的物件来送，这是无简单的，哦，这是无简单的，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咱会当来探讨，伫今仔日用这个题目，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思考、来想、来看，信仰甲生活，你要安怎样满意？我相信兄弟姊妹，咱拢咧看人，别人对伫咱的款待。有满意无？啊，若有当然咱就真好，啊，若无就开始会敢若会讲啊。教会嘛是共款，亲爱兄弟姊妹，每一间教会的体质拢无共款。咱教会的体质是啥物？是需要人伫遐一直不断咧关心，还是咱有做兄弟姊妹常时常来付出行动关心人？哦，这两款无共款。哦，这是咱会当来思考的。哦，所以信仰甲生活内面，你要安怎样实践？所以这段的经文，互咱看到，这段的经文，互咱看到真重要的，就是诗人大笔，哦，这是大笔的诗。诗人大笔，伊伫咧写这段回应上帝会听的过程，伊伫遮来看来写出迄个俄勒的心声，迄个其他的心声，迄个互咱的信仰会当满意的心声。所以，互咱的信仰会当满意的心声，这是偌尔啊丰富的一件事，伫你的生活内面。所以我常常伫我信仰的反省内面，我就咧想，咱诚做上耶稣基督的囝，上帝的囝儿了后，咱伫咱的生活内面，是毋是会当有一款实践的过程？迄个实践的过程是，咱其实无需要人关心啊。亲爱兄弟姊妹，哦，啊，当然有拄时啊嘛是爱，哦，但是安怎？咱其实是安怎？是上帝已经迄个听，互咱帮助咱会当去安怎？用搁较侪关怀迄个弱势的团体，特别是这个疫情，当牧师伫遮来做电话的访视的时阵，电话的访问的时阵，我发现咱兄弟姊妹其实真正需要的，哦，真正需要物资的。真正需要迄个咱教会来甲帮助的，其实是真少，甚至是零啦，甚至是无。当然我知影有的兄弟姊妹是暗中咧帮助即款兄弟姊妹，这兄弟姊妹拢会互相伫遮来分享，互牧师知影。我感谢上帝，愿主大大赐福咱正手做的无倒手栽的遮的兄弟姊妹，嘛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遮咱透过祈祷。互咱的信仰甲生活会当做伙，所以一个人会当满意伊的生活，实在是无简单。有，譬如讲疫情还未爆发之前，咱定无得较会出国。我嘛看真侪兄弟姊妹，哦，特别咱的教会嘛有做侪兄弟姊妹拢会出国，哇，出国带全家啊带去旅游，哦，譬如讲去夏威夷，哇，夏威夷伫遐，游泳，游泳。哦，伫遐洗澡、耍水，一工、2工、3工、4工，一礼拜了后结束了后，真轻松啦吼，真轻松。
但是迄个度假几工了后，转来必须咱游玩必须转来甲现实的社会中间，所以嘛是转来甲现实的社会中间，咱拢会讲哦，要搁转我休假结束啊，要搁转去啊，敢若无法度满意啊，继续满意落去，继续心满意足落去。所以今仔日即段咱读的经文内面，伊是一段祈祷词、祷告词祈祷词，代表向上帝祈祷，祈祷啥？求上帝的保护，求上帝赏赐伊会当安怎？会当享受迄个生活内面、信仰生活内面的满足、满意。所以，当诗人咧祈祷的时阵，伊看到啥？看到世间人的生活是啥物？一般人的生活是啥物？亲爱的姊妹，伫咧毋是干那咱伫即个时代咱若看圣经，查经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咱爱看伊的时间的背景是啥物。毋是讲圣经无讲遮，咱就毋免搁加讲落去啊。毋是讲圣经无讲。圣经有讲无讲，其实咱爱转到迄个背景来看。所以背景来看，咱了解迄个背景了后，咱来做信仰的反省思考。圣经顶悬的记载，配合当时文化的记录记载，咱才会当搁较清楚。毋是讲就无讲的，圣经就无讲遮的。所以诗人嘛是共款，咱知影大卫伫迄个时阵是安怎？是伊伫患难的过程中间，伊伫受鞭挞的过程，伊是牵架的过程中间，伊体会到一件代志。迄件代志就是，伊向上帝来祈祷，求上帝甲保护，赏赐伊会当真正伫信仰生活内面满意的态度。所以，当伊咧祈祷时，伊看到世间人，到底世间人是啥物？伫迄个时代，都有看到世间人所意爱的代志啊，何况咱即个时代？另外，即个时代咱看到是啥物？所以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好，来，咱来看头一点。人的心满意足。世间人咱讲世间人的心，咱的心满意足是啥？所以意思就是，咱用一般世间的标准来看待即个过程。所以有以外3小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分享的。头一小点就是有今生有啥有福分的，就是伫即个时代今生伊可能袂毋知影迄个永远化的道路。世间人伊若无有信主即个过程，伊无法度去体会嘛。所以伫世间人的心满意足，就是伫头一个今生在生的时阵，迄款的福分。所以一般人的观念，咱拢意爱享受，对毋对？咱拢意爱享受，追求快乐，健康，即个咱讲美景，水的风景，水的酒美酒，即个美食，佚佗，甲朋友三交陪，欣赏艺术，互人生充满丰富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有发现一件代志无？就是即马即个时代，即个时阵疫情的时阵，咱遮的敢若拢总无去啊。所以开始安怎？开始咱已经家己关啦当然政府无有安尼来强制来规定，因为这是第3级。咱若第4级就真正拢总爱关伫厝啊。第3级的过程，咱就会当知影，咱其实咱台湾人真正有福气咱家己拢会当安尼较保守。虽然即个疫情医院逐工差不多有400-500个，但是听台北市长咧讲，听即个新北市长，听咱的即个中央安尼咧讲，差不多有小可控制掉的。虽然即个死亡的人数一直咧增加，拄则咧祈祷讲到迄个死亡，当然咱会当看透，但是犹原咱会惊吓。求主来帮助咱。一般人咱就看到，拄则我所讲的追求遐个快乐、健康即个美景、美酒佚佗美食各方面甲朋友会当相开讲，可能咱即马敢若剩伫网络顶悬，就敢若亲像咱即马，咱拢伫网络顶悬。你看牧师伫台仔顶，伫遮
哦，甚至是咱就会当写牧师，你即个敢有滴无正哦，小调整一下，哦，牧师你就开始会当看到牧师，哦，而且牧师看袂到咱兄弟姊妹，但是你会当看到牧师，咱开始就伫咧遮有一点距离啊，咱开始就无法度真正享受到迄个福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世间人所享受的，也就是啥？就是肉体看到的，咱讲感官肉体看到的，咱看会到的，咱去体会，咱去了解。所以，求主来帮助咱，因今生有福分的，你我当然咱伫即个世间，咱拢有福分。但是你的信仰、你的生活，敢有法度得到迄个满足？诗人伫遐祈祷讲，伊看到的就是遮个物件，世间会福分的，敢若伫咧世间有暂时尔。而且佫有一个，第二小点咱来看，财宝充满腹肚，财宝充满腹肚。即个古早人，因将有钱的人，因将钱拢会藏伫咧即个腰带中间，哦。有人甲钱绑伫咧即个腰带中间吼，所以有人吼，其实看起来散散啦，吼，伊钱绑伫咧腹肚，就膨起来，就膨起来，迄款感觉就是啥？就是因讲膨起来就是有钱人，有钱人就会当食好物，所以腹肚膨起来啊，咱讲流离肚，流离肚，所以世间人咧。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拢时常用外表伫遐来看，外表来看。比如讲即个看到腹肚膨膨哇，即个好业人，伫咧当时以前的文化就是安尼。讲有钱万事足，有钱会当买家己的物件，感觉真正欢喜安尼。比如讲要买一只车，有钱就会当买着，满足我的心智。所以事实上，财宝充满着腹肚，敢是心满意足？你有真侪，敢是心满意足？当然，以世间人来看，一定是的嘛，一定是心满意足。但是安怎？当咱看到即个疫情的过程，伊就安静落来。伫厝内面，无得较真无聊，因为安怎？有真侪无法度做的代志。有财宝，有啥物款的路用？咱知影一个真简单的道理，就是有钱袂当买着啥物，买着爱情，买着快乐，买着信仰，买着健康，买着平安喜乐，等等好，是毋是？所以一个人到底有偌济财物，才会当算幸福？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常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你我咱无得较拢在追求，但是安怎？但是你是毋是真正会当？满足就满足就好。信仰生活就是帮助咱来做即款的反省。所以有一个苏联的即个作家叫做托尔斯泰，伊伫一本即个文章叫做《魔鬼跟面包》的故事内面，伊有指出一个代志，讲。当人有超过伊所需要的钱财的时阵，就是人开始腐败开始。有一个先生叫王明道先生，伊讲着，莫互钱遮盖你的目睭，安尼会互你看袂到上帝的旨意；莫互钱财踢掉你的耳孔，安尼会互你听袂到上帝的声音；莫互钱财颠破你的骹步，安尼。就互咱袂当伫走往天堂的道路顶悬伫遐来跑走，搁较莫互钱财踢掉你的心，互咱无法度互基督，而且咱来压制基督伫咱的心内。所以咱知影伫信仰的态度顶悬，金钱毋是一切，金钱毋是一切。第三点，咱来三角伫遮，开始第三点。咱来看，生儿育女享产业生囝儿伫遮来享受咱的产业生囝儿来享受咱的产业。
哦，这是咱牧师介绍咱一般人伫遮要看的吼，伫遮咧看的即个眼光吼，伫遮圣经伫遮会记载吼。第14节遮个所在有记着因为囝儿就心满意足将其他的财物伫遐交互因的遮个囝儿婴仔所以有人认为讲有囝万事足认为讲趁钱为着有囝儿来建立即个家业，互因会当享受的真，确实有影。捌有一个牧师有安尼写过讲。人在追求的就是8个字啦8囝8个囝8个字什么囝头一个学子学囝就是咱去读册；第二个帽子就是咱有学问大学毕业迄个方帽子第三个就是位子位置就是地位第四个是妻子甚至有人讲妾子妻子这是第四个第5个是儿子甚至是孙子；第6个是车子咱有开车子；第7个是啥？房子甚至是别墅房子；第8个就是啥？最后一个金子金仔所以爱诚做富有的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即摆有几个字你想看嘛？你现在有几个字？你心满意足吗？你敢心满意足？我会记伫国外有真侪好行来的家庭，厝起得真水，但是后来一代在传后代的人开始无法度付人迄个税金，无法度提供即个厝伫遐来修理，结果最后关互政府，政府去管理，互人伫遐来参观，前人虽往有遐尔济会享受，但是安怎？因真侪代后代开始咧苦恼，真做袂做去，所以这是以上牧师讲的是一般世间人，你我咱拢会当真清楚知影的。过来咱来看，真正的心满意足，也就是啥？也就是信仰甲生活内面，咱要安怎伫疫情繁乱的时代？感谢上帝呢，互咱会当一天24点钟拢关伫咧厝内面。即摆出去工作，当然有兄弟姊妹，牧师嘛爱强调，爱较细腻，较注意，爱勤洗手、消毒、口罩、喙安，伫厝内面工作的兄弟姊妹，虽讲咱会囝儿时势嘛在上课，伫厝内面上课有拄时啊嘛会吵会烦，但是咱爱感谢上帝，互咱会当阁有吵有烦的时阵，伫遮咱做阵，伫遮来勉励，这就是一款的福分。真正的心满意足是啥物呢？亲爱兄弟姊妹，头一点，我要伫义的中间看到你，我要伫义的中间看到你。哇，伫义的中间是啥物？新翻译的圣经安尼来翻译讲，因为我正直，我会当看到上帝；因为我所行所做有正直、有公义，才会当看到上帝。虽讲无简单，嘛会当讲真简单，因为咱会当行公义，行即个正直的道路，一定安怎有做的攻击，会有做的攻击。先知米迦安尼讲世间人啊，耶和华因指示你啥物做善良的，伊你所要得的是啥物呢？这是经典名句啦，伫咱的圣经内面有讲到，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有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相同行。上帝爱咱安怎行公义、好怜悯，安怎谦卑的心，甲上帝相同行。哇，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件真水的，这个信仰实践的生活。咱有行公义无？咱有好怜悯无？咱有行谦卑的心，甲上帝相同行无？米迦书第6章第8节安尼来强调，米迦强调甲上帝同行的第一个要紧的代志，就是行公义。行公义，要开始行公义，内心咱爱真做义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做得到赦免，上帝称义做义。所以，一个义人就是无罪的人。
得着上帝赦免的人，人甲上帝伫伊的内面，迄个耶稣基督赎罪的中间，咱相见面啊。所以建立咱甲伊有好的关系，亲爱兄弟姊妹，安尼咱就会当心满意足，因为主耶稣的救赎，成做上帝的儿女，伊互咱进入上帝听的国度。所以这，互咱搁一遍来思考，咱是毋是会当真正行伫个公义正义的道路顶悬？这是真重要。伫即个疫情的时间，咱就是伫个厝内面好好来思考，咱要安怎样伫个公义的中间来见着上帝，见着上帝。通常的是，咱来悔改，彼此来相赦免。咱来悔改。这段经文内面记载，虽然伫个旧约的时代，虽然伫大笔的迄个时代，虽然伫个即个弥赛亚还未被启示的迄个时代，因有一个愿望，弥赛亚要来的即个过程，因就会当去思考即件代志，甲上帝爱有好的关系，诚做记的人。亲爱的姊妹，咱伫即个世代，咱透过科技。咱伫网络顶悬，咱伫咱的工作、事业、家庭各方面，你有啥物项啊好提好的？愿主来帮助咱真正行公义。最后一点，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思考的。这点是我定在主持丧礼的时阵，有真多的感叹，甲兄弟姊妹做阵，而且来分享。最后一点，我醒起来看见你的形象。我毋知咱一愿望，咱有一日，还是讲咱逐工醒起来，你同爱看到是啥来？你醒起来，你看到啥来？而且诗人有讲，特别讲，我醒起来，你的同在会互我心满意足，满心快乐。我有亲人捌对外国转来甲咱台湾探亲转来台湾。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安尼昏头昏脑顿有时你是想要困，有时暗时困袂去，暗时有时困真紧就醒起来。迄个时阵因拢会想看嘛，讲即摆这是倒位？醒起来想讲这是倒位？是伫外国，还是伫台湾？几若工拢安尼，几若工。亲爱兄弟姊妹，你有想到一件代志无？有一天，咱拢困去啊，知影我意思咱拢困去啊。有一天，咱拢困去啊。当咱醒起来的时阵，你真愿望，你看到啥人？我相信咱拢真愿望看到咱的上帝。咱讲伫天堂还是地狱？你是要看到天堂，还是看到地狱？当咱醒起来的时阵，看到上帝的时阵，哇！你是毋是真正心满意足，真正欢喜，真正快乐？醒起来的时阵看到上帝，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偌尔好的一件代志，偌尔欢喜，因为安怎？我真正得救啊，心满意足啊。即阵若毋是咧，家己切齿啊，较是有影，家己切齿。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结论来讲，你真正心满意足吗？你真正满意嘛？伫你的信仰生活内面，你是毋是真正满意？信仰也好，生活也好，你是毋是会当真做一个连接起来，甲伊串联起来，结连伫主上帝的内面吗？所以也是讲，我即世人而且我拢总有我安尼就有够啊！天堂离我太远，我安尼就有够。我的腹肚饱饱，安尼就有够。我只囝儿4岁，有足侪财米，安尼我就有够。亲爱兄弟姊妹，继续，请咱爱努力打拼，追求见主的面，诚做伊的人。当咱醒起来的时阵，咱就会看到主伫咱的身躯边。每一遍的葬式，在埋葬的过程，牧师拢一定会讲即句话：保密嘛，愿主祝福帮助。你伫遮来安息，
明仔载上帝叫你起床，明仔载上帝叫你起床，意思是咱若醒起来时阵，是毋是会当看到你迄个你上帝你你的形象，你的形象，安尼才是真正得到心满意足，无白白浪费咱的一生，咱伫遮来见着主的面。愿主赐福，嘛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有一个心满意足的信仰观、人生观，来帮助咱伫疫情遮尔复杂的时阵，咱会当跳脱迄个死荫的山谷。我毋知影即个传染的严重性会搁较安怎来严重，还是慢慢仔就好去，还是讲咱拍疫苗了后，我相信伫即个过程中间，咱确实需要等待。咱要真做上帝的囝儿，真做义人的过程，咱需要等待。愿主来帮助咱会当行公义、好仁美、有谦卑的心，甲咱的上帝相共行。请咱三更下来祈祷。天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管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疫情严重的时刻。阮感谢主，互阮去体会到，阮嘛在写即个历史。阮伫阮的一生的中间，无得较1年、2年，阮毋知影要偌久的时间，阮伫遮搁一遍上帝你来承认阮的不足。当阮看到诗人，伊的一生中间体会出，一般伫世间的人，以及互上帝拣选的遮个百姓，因的生活是偌尔啊无共，因的追求的方式是偌尔啊无共。感谢天父上帝，搁一遍透过疫情的即个时刻，来帮助阮兄弟姊妹，互阮伫遮来思考，甲你有死正的关系。阮真望、真意爱，拢会当真做义的人，互上帝你搁一遍洗清阮所有的污秽垃圾。阮来到你的面前，就敢若亲像阮看到的，即个疫情是对一个人开始一直拖到即摆几万人。伫迄个过程，阮就看到迄个罪在拖的过程，阮实使无有警醒，好好啊安静落来思考，要安怎样来条件上帝你的面，互阮会当心满意足。主啊，阮活伫个有限的时间内面。阮要来了解迄个无限的上帝，透过有限的时间，互阮来了解你，就是透过阮伫世间的生活、现实的生活，阮看到阮的信仰要安怎样来实践。主，阮感谢你，来帮助阮真正会当成做一个心满意足、属于你的囝儿，互阮真正困去的时，有一天醒起来，是看到主上帝你伫阮的身边。阮感谢天父上帝，搁一遍祝福阮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伫线顶的遮兄弟姊妹，互阮有耳孔的、有喙的，阮拢伫遮来听、来讲、来分享，伫阮的家庭内面继续去这段来敬拜我的主，互阮真正会当伫阮的一生中间实践阮真实的信仰，甲阮的生活做结连，互阮真做互上帝称义的人。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再来念一首圣诗，圣诗247首，圣诗247首。主耶稣，我要活过你，才能起立来行。我为你。
虽讲咱无法度身体奉献，咱求上帝来帮咱，咱将咱要奉献的这资源是暂时放伫咱的身躯边，等待咱会当用即个汇款吼，咱等一个讲一个汇款的账号009林口分行96895129395500吼，即个会当来用汇款，你若有方便伫网络还是讲伫出去外出的时阵，真正若拢无方便，请咱将咱的心意先暂时放下，咱恢复咱身体会住的时阵，咱就将咱要奉献予上帝的放伫个奉献地啊。愿主来帮助咱，互咱会当去体会上帝的心意，互咱会当有奉献的心智。我相信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牧师真希望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爱有这款的心智，咱是奉献主，咱是奉献主，求主怜悯保守，请咱安静咱的心灵。做成起立来入奉献的心，将咱的心智来献予主，请咱三工来入。这是牧师来报告。毋知线顶有第一摆来到咱线顶看咱的礼拜聚会的遮个兄弟姊妹，若有请你试一个赞试一个赞，互阮知影，是讲你表达一下，讲我是第一摆来到咱的教会伫遮来看咱的直播欢迎你，欢迎你。若搁较好，会当用 email 咱伫个遮有简讯会当发互教会咱会当来甲你关心也是讲咱线顶的兄弟姊妹有需要带倒的嘛，会当写伫个咱的私讯简讯的所在，寄来教会遮拢会使。感谢主，以上我来报告，后一个。咱来看周间聚会的人数，这拢是网络顶悬实际咱咧聚会组织的人数周间的聚会人数，分别抽11个，周拜三祈祷会10个人，有花果抽7个，葡萄抽14个，橄榄抽13个，花菜种14个，种子10个。来继续往下。少年团契12个，家庭妇女团契10个礼拜日国高中生的助理22个人这是咱这个统计的人数伫这个网络顶悬组织聚会的兄弟姊妹可能咱安尼咧统计，可能袂讲真准所以咱伫个这个实体的直播顶悬则搁会另外刊登所以求主来帮助咱会当伫个这个疫情的所在，咱小体量无法度真准来算偌济人伫线顶，伫遮来聚会组织，因为有的人一个人咧看因兜有4个人所以5个人你要安怎算，无法度计算所以伫遮特别当然会当透过牧师逐礼拜咧问但是迄是一个大概所以兄弟姊妹，咱对伫即个咱伫疫情的时阵，即个人数可能
无遐尔啊准吼，无遐尔啊细正正确吼。总是感谢上帝，安尼问起来，结果大多数差不多我有讲过嘛，我问超7成的兄弟姊妹，有缘拢会当伫线顶伫遮来看吼。所以这是咱的习惯，咱爱开始学习即个习惯即个资讯化资讯化的即个时代咱来学习咱做阵来学习咱教会遮嘛学习咱在座现场的咱的同工嘛是一直咧学习真侪套无共款的系统伫遮咱即摆开始直播有2种一种是 FB 我看到 FB 有即摆差不多17个兄弟姊妹咧看FB 的所在即个YouTube 听讲是即个画质较清澈画质较清澈YouTube 都有33个所以伫遮咱若2个加起来，即摆都有差不多50几位的兄弟姊妹伫线顶看若一号有2个人咧看，差不多要活100个左右若安尼来算，所以求主来帮助咱，拢会当运用即个线顶所以牧师过来，咱教会会发带导信迄个带导信顶悬有牧师家己个人的即个 QR code line， 牧师是毋通咱兄弟姊妹拢总加入牧师怎会当伫即个 line 顶悬用录影也好用讲话也好甲兄弟姊妹分享伫疫情的时间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咱会当继续做好的联系所以来，咱搁看下一个消息报告消息报告。好，每一个团契的即个消息报告，聚会牧师有缘来讲互咱真紧来看一个。好，时间搁会使来，香柏树还袂我讲一下。香柏树6月7、8有伫线顶伫线顶马头因礼拜8咱的赖如平执事来主持相尼团契由于咱疫情的关系暂停不过相尼团契群组内面真好拢会铺咱教会的遮的资讯相尼团契兄弟姊妹差不多有40几位伫咧线顶悬我知影牧师嘛有伫咧内面毋茫咱会当透过线顶遐来联系来，这是相尼团契有法阁收小组拜四即个分享姐妹来主持创世纪43章，由阮伫线顶啥嘢？挂菜金、葡萄树、橄榄树，因伫拜六的时阵，拄好伫咧端午节迄阵因要来咱的音乐讲师要来主持仲夏夜之梦线顶的音乐会，所以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来报名你若毋知影这个要安怎入去，无要紧，打电话来教会牧师甲你教咱的讲师牧师拢会甲你教，看安怎来操作仲夏夜之梦的音乐会，因这3个小组联合起来所以伫拜六一定做热闹有真侪咱的兄弟姊妹有4个小组好，佫有种子佫有种子小组，总共4个小组伫线顶伊要办一个音乐会，真特别伫线顶要安怎办音乐会无得甲牧师嘛会表演一个节目所以请兄弟姊妹，咱若有兴趣，就来会当来报名咱伫咧拜六，即个拜六，咱要来举行即个线顶音乐会有4个小组伫遐做阵。好，来，咱搁继续看家庭妇女团契端午节因暂停端午节连假暂停。少年团契因咧看电影的欣赏因伫线顶的顶悬咧看拜六的时间。好，以上这是团契小组聚会，来看本会消息。疫情严峻这我就无要搁读这咱的线顶直播甲今仔日由阮继续直播搁来政府若搁有啥物规定，咱搁照迄个新的规定来目前看起来可能是延续所以咱后礼拜由阮共款13号由阮拢伫线顶会直播，所以求主来帮助咱。来下一页。疫情升温，教会所有的聚会拢改线顶拢改线顶的聚会，请兄弟姊妹，咱继续来学习继续来学习。搁来，咱即个政府的政策伫遮牧师无要加讲，因为咱拢差不多拢知影，保持即个距离酒精消毒尽量伫咧厝内面尽量伫咧厝内面莫外出。好，搁来，咱下一个来本会这是咱硬体的部分5月31号开始，咱1楼甲2楼的教室已经拆了完成
3节以后开始第个整洁的工程吼，即个工程其实是一个算大的工程吼，但是无像建堂安尼遐大吼，总是牧师甲咱兄弟姊妹佫一遍来报告，为虾米咱要做遮的整理吼即个改革的即个工作，就是咱即摆落雨吼，其实咱后面遐2楼后面的一围墙吼，拢已经放。为什么是雨滴？吼，咱差不多是30年，即少超过30年有啊，吼，差不多啦，差不多30几年，所以这佫留旧的厝，吼，所以伫遮咱的2楼嘛有够设，无定咧使用，所以咱即边就想讲2楼会当运用价金做够设，吼，所以伫遮咱计4间够设，吼，所以会当来使用吼。了后，佫咧想讲，以后若有咱定有邀请外面的讲师来甲咱的教会，毋知兄弟姊妹你有发现一件事无？讲师来甲咱的教会，伊要准备道理，若是讲准备讲章的过程，因爱需要一个小可安静的所在，但是因拢坐伫咧头前，吼，拢无法度去其他的所在。若去2楼还佫咧上课，吼，2楼人出入入，吼，所以。咱需要一个接待的所在，咱需要办公室，嘛爱需要一个接待的所在。若外口的人入来，拢爱走来2楼。其实安尼是较可惜，所以咱有思考，甲幼稚园有协调，甲真好啊。园长嘛答应讲会使，安尼做阵伫个小班的迄个所在，甲变成做一半是咱的办公室，有会议室，有接待的一个空间。咱以后的讲员就会当伫迄个空间安静，礼拜时阵甲咱做伙伫遮来礼拜。若是讲员其他的兄弟姊妹，你若有需要要讲话，要找牧师讲话，咱嘛会当伫迄个所在。所以兄弟姊妹日常来甲咱的社区嘛是共款，社区的人嘛是会当来咱即个办公室外口的即个接待厅，伫遐开讲，伫遐来讲话，伫遐来分享。所以做一个真好接待的所在。所以。咱咧赶工，因为爱赶伫个幼稚园，因政府讲会当上课啊，咱就袂当搁自作啊。所以拄啊好，上帝互咱即个时间，咱决定伫遮来做。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无法度真紧就通知咱的兄弟姊妹，但是陆续咱会当透过代祷信，教会会寄即个周报，寄互咱兄弟姊妹来看，甚至相片互咱来看。所以，真爱兄弟姊妹，咱斗阵来支持，咱教会即马咧前来透早，虽讲有疫情咧阻挡，但是安怎，咱咧进步，所以求主来帮助，互咱伫个即个为着即个来祈祷，关心、代祷以及奉献。逐礼拜牧师拢会将遮个消息，甲咱兄弟姊妹搁一遍说明。搁来，咱来看第4点，6月12到14。端午节连假另外提醒兄弟姊妹若咱为南部起来北部工作的兄弟姊妹可能因为邀请咱先莫转去莫外出，咱就先当北部的所在，或者你住的所在即使你若感觉讲真安尼压榨无要紧，敲电话来互牧师甲你线上分享若无肉粽，你甲牧师讲，牧师会摕肉粽互你食无问题。无问题。即个所在12到14号端午连假，尽量不要外出搁来下晡1点咧交规定期的中集会请咱兄弟姊妹即个相关的长子同工请咱1点的时阵上线来开会所以咱的教会真进步有的教会讲中集会先停等恢复聚会再来咱无，咱毋免咱共款会当伫线顶来开会，感谢主保守带领来。要参加奇亚真理班的兄弟姊妹，牧师来报名，有一位伊有敲电话来，牧师我要上课。我讲啥物时阵？伊讲伊工作若会当去休困的时阵，拜一到礼拜日拢会使我讲会使礼拜日下晡伊讲好无问题，所以约好时间我们来线上甲伊讲遮的奇亚真理班奇亚真理班来上课。好，这是咱第6点，来，搁来关怀代祷的事项
来头一点，徐世贤弟兄肺炎，这是肺炎是一般的一般肺炎感冒，抵抗力较弱有肺炎毋是即个迄个COVID-19 这有检查过啦所以无问题。咱继续为伊来祈祷即马已经清创手术，将迄肺部的痰脓啦抽出来抽出来，有较好势感谢主，继续为伊来祈祷可能爱搁带1、2礼拜的病院了后，转来厝里休养所以咱特别为伊来祈祷，求主保守带领。过来秋伟节要伫6月29号要伫中间开刀生瘤所以爱开刀将即个瘤摕了。第3点，继续为教会整建的工程关心奉献代祷第4点，田念芳姊妹的老爸伫咧大陆的所在肺部纤维化身躯较无爽快，嘛是住院咱特别为伊来祈祷。以厝内面调用的家人姊妹李美仪、曾文德、谭永洲、林玉华、李佩琪、邱正明霞、罗金丁、徐建庭、林李敏珠、黄伟如、曾阿玉家人姊妹住院的家人姊妹白许秀英、魏静婷、许世贤。外出的兄弟姊妹何伟玲弟兄一家，陈伟汉，这拢伫大陆的所在，谢惠美伫文莱的所在，以上咱遮的兄弟姊妹，请咱关心来代祷。过来奉献的部分有缘有兄弟姊妹透过网络奉献，总是咱伫网络顶悬才无写名出来。即个实体的实体的即个周报顶悬有拍有写，会寄互咱会寄互咱知影。好，来咱来读本周的经句，来看本周的经句，请兄弟姊妹，咱伫线顶伫厝内面，咱大声来念来读，来预备来。我要伫伊的中间看见你的面，我愤青的时看见你的形容，就心满意足。好，搁一遍，来，搁一遍，预备来。我要伫伊的中间看见你的面。我愤青的时，看见你的形容，就心满意足。愿主帮助咱愤青的时，是看到上帝的面容。愿主祝福帮助。这时，咱来上行圣诗511首，圣诗511首。为了上帝的旨权之尊，请咱起立，请咱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弟弟，特别伫甲线顶所有的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来倒机会。阿门。请后走。